壮丽大屯山，陪伴着轻快流向大海的淡水河。绿色和平，台湾文化广播电台，甲咱斗阵为台湾打拼。这个节目是从生活中有关自然、文化、环保、生态的记录，用多元化的角度来关心咱的心灵甲生活。绿色生活，绿色生活，吴素凤主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素凤，欢迎大家收听绿色生活。咱今仔日呢在场做
有3位来宾哈，加上呢我的协同主持人嘉怡，拢总呢有4位哈，所以咱伫这现场这所在呢，大家嘛真热热哈。今仔日呢我邀请呢咱嘉怡老师林嘉怡老师呢做我的协同的主持，所以伫遮呢来。嘉怡，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怡哈，我来足侪届啦哈，今仔日足欢喜的，换着我来做协同主持人哈，所以我都爱负一寡责任嘛哈，所以大家介绍咱今仔日的来宾哈，因为我个人即马也搁伫咧师大那个台湾师范大学的台湾语文学系咧读博士班哈，所以既然咱今仔有这个机会，我就甲阮师大台文系吼上有代表性的几个人吼，全部拢请来咱这个历史好评吼，第一位要甲大家介绍的，就是阮这个师范大学台湾语文学系的系主任吼，林经历林系主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好，主任好哈。过来哦吼，阮这2位，阮这个台文系有硕士班嘛，有大学部吼。阮的硕士班哦，一个真优秀的学生吼，都是嘛是咱拄则这个片头的这个夫妻这条歌的作曲加主唱的人，都是咱的曲丹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丹妮。好，算落来第3位咧，就是咱的大学部的学生吼，伊即马是2年要升3年啊吼，是咱的这个王基嘉。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是3位来宾非常欢迎你们哈！今仔日呢，咱各位听众朋友会使听到讲哇，今仔日呢系主任有呢对大学部研究所个博士班哈，博士班就是咱嘉义吼，咱遮济人拄我等你咧唱的吼，遮尔济吼，个济，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呢，透过咱这几礼拜，咱今仔日呢已经是第6礼拜吼，第6届吼，会当透过咱以前安尼一寡观念今仔日呢能够透过咱遮尔济不同的学程阶段，包括咱系主任拢嘛在场吼，会当过来了解因拢是台文系咱台湾师范大学的台文系你可能会想讲台文系这到底是安怎？今仔你都会当了解，甚至呢你嘛会当了解，即卖少年囡仔嘛足侪人爱选择吼，所以要进入呢谈这个内容以前呢今仔日呢好不容易咱丹妮又来一次了吼，表示呢是1次以上吼。丹妮呢，阮听这条歌，虽然呢前礼拜咱李庆华老师有讲伊创作是因为伊结婚迄阵吼所以呢阮听众朋友嘛了解，但是对你主唱的人来讲，甲作曲的人来讲，你安尼已经唱到即阵吼相信你能够把它唱成今仔这一种的曲调吼，你嘛有真侪感受。所以第一个请教吼等你在唱这吼，甲即阵你哪会去是会选这条这唱的感觉安怎？互咱听众朋友嘛会使分享者吼。好，多谢龚老师。其实拄开始我是有一个机会去上清华老师的台语课，伊咧介绍这首诗，伊当阵听到老师写这首诗，是因为结婚的时阵写就感觉足浪漫的安尼，所以我拄头开始就是真介意这条，也毋过我还阁毋敢写，因为这是老师的著作，对，所以我来读台文系了，有机会甲清华老师较有接触，有上伊的课，我就问老师讲，我敢会使试看卖写看卖谱曲安尼，老师是讲好啊，安尼我就足欢喜，转去就开始写而且这首诗互我的感觉就是讲，我除了真介意以外，我看这首诗会互我感觉讲，这个人除了真浪漫，因为伊家己的名佫写落去嘛，而且会当为这首诗的内容感觉会出来讲，这个人若是结婚了，翁仔某之间会互相包容、互相体谅，所以我咧写的时阵是用一个浪漫的情歌的迄种感觉去写的。安尼吼，所以两个人互相体谅迄种感觉。安尼。而且咧写
即条歌的时阵，拄写好迄当阵嘛有唱互老师，啊，还有像嘉义学姐迄当阵嘛有伫遐，咱就是唱互因听了，同齐讨论，就是讲咱台语有迄个声调的变化，所以咧写曲的时阵特别爱注意即个声调的变化。哦，是。譬如讲有一句，就是甲我恋爱袂煞的海洋。拄开始我毋是像大家听到的即个版本安尼写，我本来是。甲我恋爱袂煞的海洋，所以就变做甲我啊，是，甲我甲我，这种是无共的意思。这音吼听起来都无共款对，所以尾仔才改做即马大家听到新的版本。是，所以等于你的感受，咱听众朋友可能呢，除了会当更进一步了解吼，这主唱的人的感受，相信听众朋友可能这个歌，你歌词后面呢，你也可以上网去查出来以后，你也感觉讲不只是浪漫而已，还有一些你可以想象的一个意思啊。可能呢，咱绿色和平的听众朋友大家对这条歌有另外一种的意境啦吼。那今仔日呢，因为这条歌啦，我忽然来讲一个笑话互大家听吼。父亲节已经过啊嘛吼，啊较早的人，咱即马呢叫爸爸拢无叫讲阿爹，迄是咱电视上拢有在听的，讲阿爹吼。那咱讲爹哈，这个字呢就是爹爹的爹哈，这个字底下父亲的底下是不是有一个多字哈？所以呢，有人讲就代表以前的爸爸哈话真济哈，而且爸爸因为是爸爸做主嘛，所以爸爸讲出来话了啊都算啊，爸爸说的就算啊。现代的爸爸呢，咱拢叫爸爸哈，你想想看，那个爸是不是父字底下是不是一个？哑巴的巴，所以有人讲吼，今麦爸爸吼都爱吼，莫讲话哦，卖讲话哈，就像哑巴一样少讲话啊，只要负责去赚钱，钱摕回来就好哈。更重要的，爸爸吼，伫学校拢讲家长对吧？哈，家长会长的嘛，一般都是爸爸哈，就是家一个家，再加上一个长哈，这个爸爸要负责这个家哈啊，这个长是什么呢？都是咱讲长工，这个家的长工哈，啊长工是不领薪水的哈，也不能叫苦哈，天塌下来也要哈，这个家的爸爸要扛，所以呢就叫做父亲节，意思就是讲。我即摆请家己来念这台语吼，咱的华语讲父亲节吼，父亲节台语叫做父亲嘛，所以是父亲节。父亲节啊，伊讲的父亲就是你欠小爱父哦亲，父亲节，安尼就变做父亲节吼。一个是父亲，一个是父亲。即马少年对即马少年人来讲，老爸作用都是父亲，钱拢付好清哈，所以爸爸节哈，对于这个爸爸来讲哈，不晓得什么滋味啊。因为我为什么会讲？因为刚刚我们李晴安老师呢也很浪漫哈，以下也是很多，尤其这个夫妻啊，这个写出来表示话也很多，所以你要浪漫的话，句子呢话要多一点，用在夫妻之间也蛮好玩的哈。这是题外话哈，大家笑者哈。那今仔日呢，咱要讲什么话呢？家己咱的主题是啥物？咱今日主要就是要来讲吼，这个台文系到底是咧创啥货吼？是安怎大学内底会有这个台湾语文学系？奇怪吼，咱过去台语互人印象拢是敢若真粗俗啦吼，甚至过去还阁袂当讲、袂当研究。即马竟然伫咧大学内底有台湾语文学系即款的学系伫咧。咱到底这个台文系是咧创啥物咧？吼，咱今日主要就是要来请大家来请这三位来宾来甲咱分享台文系的内底，阮到底是咧创啥？是这个大代志都系咱系主任来啊！是，再请咱这个林经理老师哈教授啦哈系主任来咱讲者，确实啦，咱较早以前讲文学院吼，根本都无台文系嘛吼，拢英文、中文啊东方语文系啦，现在西班牙系，包括呢这个中南美洲的哈，这个咱的这个语言系都出来啊。有这台湾系、台湾语文系哈，这真正互听众朋友可能无人知讲哪有这个系啦啊，伊
除非伊听咱伊惯咧做这个节目的时阵，甲一定听咱咧讲台湾语文系的学生、研究生、学生甲主任所以今仔日呢就真讲起来讲真感谢咱系主任会当来遮来咱听众朋友来讲咱这师范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台语文系呢是安怎成立的？就讲做啥物会是安怎来成立这个当时呢是安怎成立这个系的来请大家好今日真欢喜有遮安尼的机会会当伫遮甲大家来讲这台文系到底是咧创啥的这个话题啦讲起来这不管是搭一间的大学的台文系的历史拢阁真少年啦其实这台湾过去一直拢互人做这安怎讲就是中国的一个部分啦所以只要是甲这台湾的语言文化文学相关的研究咧拢去互放伫这譬如讲的中文系的内底啦是讲安尼就变做讲毋管是做啥物只要是甲这台湾有关系拢爱对这中国的角度来思考啦安尼当然就是较无法度看到这台湾的特殊性嘛安尼嘛较无这台湾家己的主体性所以常常会拄着一个状况，就是讲明明是对这台湾真重要的语言文化甲历史的这个现象所以去互人看做是安尼无重要的啦无就是去互看做是加赞的啦乡土啦甚至是无水准的安尼所以因为安尼就是原这90年代开始有一寡迄学者搁一寡迄民间的团体就开始走总就是讲要甲这台湾的研究变做一个独立的系所所以这个望呢上早是原这1997年真理大学开始的搁过来2000年的迄个时阵就成功大学的这个台文所研究所安尼成立搁下来就有足济就有迄师大啦、清华啦中正啦台大啦、中兴啦、政大啦这大学因拢有成立这台湾的研究所就是台湾文学的研究所若讲起来这师大的台文系研究所是伫2003年成立的是讲这大学部较晚大学部这大学部是差不多2011年才开始招生所以讲起来这历史真短啦伊佫足少年的安尼所以目前的资源是真有限所以是真正真需要这国家甲民间的人士来斗相共所以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因为这台文系又佫真少年所以未来发展的空间真大是一个真有希望的系所是透过咱主任安尼甲咱讲各位听众朋友可能你会感觉原来这嘛甲咱时代的变化嘛有关的咱较早讲的人讲台语拢是讲落足歹听足粗俗的其实呢台语你也仔细你也研究你会感觉讲伊讲的这语言你也听过咱的六届前届的节目你都会发现伊嘛是呢一种音乐的文化方面都是美学，可以从美学的角度来所以透过主任咱讲了呢嘉怡你有啥物要补充？我拄则主任讲咱2003年师大台文系硕士班成立嘛对先研究所我台文系迄个硕士班我第3届你第3届，所以我是2005年开始来读这个硕士班，后来怎读了以后，本来想讲我搁读有够艰苦的，我想袂到即马搁来读博士班。是，所以艰苦尾感觉讲嘛袂艰苦嘛是真趣味真趣味所以讲对于透过这样咱已经有了解原来即马咱的大学嘛有这个台文系，所以不只是伫台湾师范大学啦所以伫南部嘛有嘛
吼各位听众朋友，可能你想讲，我的囡仔我住伫中南部，我是毋是有机会？当然有机会。嘛透过呢，经理主任吼，伊安尼讲的时阵，你会当了解，咱要成立这个台湾语文学系吼，嘛是一段真艰苦的前辈吼，去打拼出来的啦。真正呢，迄阵啊，真侪人拢咧讲是安怎爱有一个台文系中文系内底都会当做台文系的代志啊。人拢感觉讲这是因为政治的因素，才有这个台文系的成立。其实这实在是拢无讲是真好的观念啦吼。毋过其实我想听众朋友可能嘛想要知影讲既然拄则主任有讲到遮尔济间的这个台文系吼，咱师大台文系和北京的台文系有啥物无共款？敢袂使嘛请主任来替咱介绍一下。是嘿，对，讲到这师大台文系甲其他的台文系吼，较无共的所在吼，是若讲起来吼，其他的台文所啦吼，大部分因拢号做台湾文学的系所吼，但是这师大台文系是一间较多元发展的系所啦吼，阮的课程吼有台湾的语言文化吼，甲文学吼，而且咧嘛真注重这语言的应用吼，甲文创吼，主要吼就是希望会当提供这学生吼较侪的选择啦吼，阮的课程除了吼就是在基础的理论之外咧，嘛有应用的课程吼，比如讲，阮有这制作迄囡仔册这台文的实作吼的课吼，佮有这嘉义吼，阮这真优秀的博士班的学生吼，嘉义吼，伊嘛有开过这训练这个口语的迄演说课吼，这真受欢迎吼，其他吼，佮有一寡，譬如讲文化类的吼，譬如讲有迄流行的文化吼，台湾的流行的文化，佮有食食文化吼，这嘛是算是阮这台文系真吼，师大台文系真特别的吼。讲起来这是其他的台文系所较罕哩，吼，较罕哩看到的课程啦吼。所以若要讲起来，师大台文系阮读的物件吼较快吼，较注重这台湾的文化语言。甲文学的即个结合，是我过去我咧读硕士班的时阵，迄当时阮是直接分做三组，就是语言组、文学组甲文化组，三组吼，就是鼓励讲大家你会当下组来去做研究，后来虽然讲即个分组有取消去，毋过其实迄个内涵是抑阁伫咧，所以讲阮师大台文所第一就是其他的台文所较无咧注重语言呐，因是即个研究文学较济，研究文学的人，伊就对台语对伊来讲，可能就无遐尼遐重要。但是咱无共款，像讲咱即个其他两位即个学生吼，丹尼甲吉嘉，你看因两个人台语拢讲较遮尼啊好，可能北京的即个台文所的学生都无因两个人即款的即个台语的口语的能力哦。是吼，所以讲起来就是咱师范大学，咱这是一个特色啦吼，因为每一个大学拢有共款的这个系所，但是系所拢有因的专有的特色，所以咱台湾师范大学这是伫这方面是多元化啦，而且听过咱经理主任伊都讲，咱嘛有迄个研究的学问的学术的研究，嘛有迄个实用吼，尤其呢咱即卖囡仔吼，咧讲这台语囡仔歌的台语吼，感觉我捌吼，因为我已经做啊嘛吼，所以捌去买一寡儿歌吼，有诶那层对囡仔好像比较不能结合，因为那个年代跟这个年代吼，所以丁公拄经理主任、系主任所讲的吼，等于讲你买当面对现在儿童吼，安尼以现代做配合啦，不是跟用以前公告的吼，譬如讲应该上个礼拜我给福宝有那个沙包，就是咱那然后1磅加2磅啊，今摆囡仔1磅加是啥物？因为他是在数1、2、3、4嘛哈，所以1磅加可能你爱讲把听无，你得爱改水几波。今摆囡仔咧耍 Pokemon， 对，就是吼，咱这台语的迄个儿歌嘛，会使适应甲咱今嘛现在做结合吼，所以咱台湾师范大学的台语文学系吼，对大学部、对研究所、对博
属性，这拢有各种不同阶层哈，在内容上非常的丰富哈，所以今日都要来请哈，接下来啊就请了咱丹尼哈丹尼研究所嘛哈，对吧？丹尼哈，你这个问题就是讲，足奇怪，你想来选台文系？你选台文系，以前你的兴趣真正是要讲台语嘛？足奇怪，我较早毋是读这，我较早是读生物的。你读生物的，甲这语言是完全无关系。是，安尼就来甲咱听众朋友分享者，互因对因的囝儿吼选台文系，有一个安尼这个信心，有一个这个意识在吼，好。我先借清华老师的一句话，伊讲这叫做语言觉醒，啥物意思咧？就是我较早细汉的时阵，有一段时间是甲阿公阿嬷住，所以咧厝诶讲台语是完全无问题。毋过真趣味，去到学校就会自动转换频道变做国语。细汉拢无感觉，拢讲惯势啊。一直到大汉有淡薄仔感觉，是讲。是安怎安尼转来转去咧？毋过嘛是感觉惯势就好啦。到尾啊有一个机会去参加台语演讲，迄当阵去要参加的时阵，我个自我感觉良好我台语一定无问题，去就是讲就对啊。咁啊，训练时就知影讲我足侪物件袂晓讲呢。伫咧迄当阵，雄感觉讲原本感觉家己台语沟通无问题，讲了袂歹，发现讲原来我有足侪物件其实是袂晓的。我发现台语伫咧我家己的身上已经开始咧流失啦。是，我雄感觉即个感觉，互我足激动的，所以我就感觉讲台语应该爱受到重视。是为迄个时阵开始，我就开始伫生活中开始慢慢会讲。毋过伫咧即个过程当中，就是会拄着。一个家己想要知影的问题，我家己感觉怪怪，煞阁讲袂出来，到底是为虾米咧？所以到尾我就是决定来补一个清楚，所以我就来读安尼而且是安怎我要经师台文系咧？因为咱台湾足侪间的是安怎要来遮？就是我有较深入去了解，迄当阵要报名考试的时阵，发现讲台湾足侪。台文系，毋过内容其实有小可无共，有诶是较注重文化，有诶是注重历史地理，师大咧是较多元，佮包括着台语语言的部分。所以，因为我就是足爱台语的，所以我来遮我才会经师大台文系，而且遮的老师上课会用台语上课。当然有华语有台语，毋过有用台语上课即件代志，我感觉。互我足介意是，所以你爱台语，所以你希望上课老师咧讲台语较有介意你学习而且因为我较早读生物咧，我无语言的基础，我嘛家己小可烦恼。毋过老师是足甲我鼓励，伊讲安尼足好诶你较早有无共款的背景，你电脑会当用无共款的角度来研究，有无共款的想法，安尼佫较好。对。尤其你生物方面足侪物件，昆虫迄个种类要用台语讲，大家都毋知。会当做研究做应用是像蜥蜴怎么讲？爱想一下，即摆想想。蜥蜴咱囡仔拢讲是生做啥物形，我想嘛想袂起来。所以蜥蜴真厉害，咱蜥蜴以前拢大家拢讲杜丁啦。杜丁对。这会听有诶拢老一辈啊，有年龄。对啊，杜丁啦，四脚杜丁啦，是这四脚蛇敢嘛算是蜥蜴的一种。四脚蛇就变伊讲诶嘛是有诶会照这个部分来讲，不过这个给生物系的老师对，这嘛是我讲继续拍拼的部分。安尼各位听众朋友，你了解有诶人就忽然拄啊讲诶讲语言的觉醒啦接下来呢我们呢再来听一听大学部的代表齐家我发现你今日穿的衫头前呢，这是写啥物货呢？衫关键写的是家己的语言家己救。这是阮学妹有一个戏剧的演出，因做一个道具就是做一领衫迄个时阵因为318的时阵是陈伟霆穿家己的国家家己救，因为因要搬迄个角色，所以就复刻佮改讲是家己的语言家己救，甲咱黑人的
一个诉求较相像安尼，所以就改即领衫。本来敢若是想要做道具尔，毋过咧做诶时阵就学姊就看着，就讲就想要买，就互大家拢会使买安尼。是但是我看你顶面写吼，底下呢，佫有一排的。下骹是迄个台罗拼音。台罗拼音吼，有诶人会讲，英文佫无成英文吼。因为迄汉字嘛，毋是写中文诶。是啊，迄个家己吼，是用家还有呢，家庭的家，还有呢，地。自己的记吼，家己吼，所以讲看一领衫吼，这个它的文字你可能都会去讲，这哪有啥物无，这有无共款的所在吼，所以伫遮吼，小等咱休困者吼，小等呢，我们再请齐家丹讲，伊是安怎会选台文系大学部吼，大家休困者啉一个茶，小等甲佫继续收听。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袁小弟，阮小弟。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3绿色和平广播电台。李小姐吗？这里是健保局，昨天有人拿你的证件来领取健保补助金哦。我没有啊。没关系啦，我们会请检察官跟你联络。我是林检察官，你已涉嫌伪造文书，基于侦查不公开，你要到楼下超商收取传真，我们要监管您的账户。我们是台北地检署官员。接获疑似诈骗电话，应向相关单位或165查证。公务机关和司法机关不会以电话通知，也不会以传真公文监管账户哦。聪明多一点，诈骗滚天边。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制作。新妇的哎呦，气色愈来愈好呢。拢嘛是靠妈妈滴的基金啊，好啉佫无加限利。妈，你哪遮厉害？我哪出厉害？这是全国上大的亲益单品所做的幸福滴基金，用阿里山山药的放山老家母提炼，无加水，佫无加中药复方，免烦恼的金属中毒。所以才会保存上纯正的古早味。对啊，人因为饲鸡、提炼、包装配送，拢嘛是一条龙作业，拢无经过别人插手过，当然是品质上好咯。安尼好啊，新妇啊，是要安好啥？我买幸福滴基金来孝敬妈妈你啊。感恩啊！上大心的礼品，幸福滴基金2973-0909，2973-0409，专人给你送到府上哦。各位病菌弟兄们，虽然水流很大，但是只要人类不用肥皂，我们还是有机会撑下去的。加油，加油！首领，大事不妙啦！人类开始用肥皂啦！大家镇定，只要他搓洗不超过20秒，我们还有机。已经超过20秒，没机会啦！洗手请用肥皂，搓洗超过20秒，好习惯打败坏病菌。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您知道吗？孩子越早近视，越容易成为高度近视，可能产生早年性白内障、视网膜剥离等，甚至失明哦。亲爱的爸妈，请多鼓励孩子，每日户外活动2小时以上，多接近大自然。小朋友要注意，用眼30分钟后要休息10分钟哦。真爱好眼力，打败恶视力。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绿色和平追求广告突破，咱是台湾唯一感情第一，咱的广告效果同款第一。欢迎工商企业界头家参加咱的广告突破行列，联络专线2973-0409，2973-0409。绿色和平，真实有感情。阮拢是伫这在等待，伴你轻松过日子。想你想你，91.3 FM。是山，无情是海，无情是雨，无情的命
叫台湾，母亲是良知，母亲是正义，母亲是美兰的春天。2000万粒的汉字囝，不敢叫出母亲的名。台湾敢是遐歹听，想着心寒鼻泪寒。叫台湾，母亲是良知，母亲是正义，母亲是美兰的春天。2000万粒的汉字囝，袂当叫出母亲的名。亲像下到的第四囝，予人心硬对心肝。2000万粒的汉字仔囝，暗点点不出声，勇敢叫出母亲的名。台湾啊，台湾啊，你是母亲的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搁继续收听《绿色生活》，我是吴素芳。咱这节目呢是每礼拜拜六暗时8点到9点这个时间。那今仔日呢所讲的主题呢是台湾语文学系到底是在创啥物货吼？咱今仔呢透过咱台湾师大台语文学系的系主任呢林金丽老师跟三位学生都是呢咱台湾师范大学台语文系的学生吼伫遮呢甲咱做因一寡经验的分享即马呢咱透过第二届这条歌母亲的名叫台湾，咱来请这个台语文学系博士班这佳琪林佳怡林老师林佳怡你来小有啥物会当甲咱分享者这条歌。大家好咱拄则这条歌母亲的名叫台湾伊内底有讲到讲2000万粒的汉字囝毋敢叫出母亲的名。咱即马可能就是较少年辈，可能真歹想象，但是过去确实是安尼吼。虽然讲咱头顶台湾天，脚踏台湾地，毋过袂当讲台湾，搁较毋免讲研究台湾，迄伫咧过去是无可能的代志嘛吼。毋过真加在即马有台湾语文学系吼，阮会当研究台湾，会当理解台湾，会当创造搁较济台湾的文化。所以我感觉听到即条歌，就感觉讲真加在即马有台湾语文学系。是，所以才会你安尼讲，我感觉伊第二句讲母亲是良知，咱讲台湾语文学系呢，都是会当读这会当重视，这都是一个良知，一个正义啦。对嘛是对于咱住伫台湾这所在的人，就是你的春天到了啦所以呢，咱今仔个要透过
果吼因来甲咱做分享，咱就会当了解，真正毋是咱咧讲啥物意识，咱这是无语吼啊！咱对咱的老爸老母，伊甲咱讲话，也是阿公阿嬷甲咱讲话，这语言那个沟通呢，母语真重要吼。那伫遮呢，咱就来请问吼，这个王启佳吼，拄仔要讲，你是安怎大学会去选咱这台湾语文学系这个系这个系吼？好，迄高中的时阵，我是想讲我要选文科相关的，毋过除了中文系以外的拢会使安尼。哦，是。因为我无介意读迄文言文之类的迄种。嘿，虽然讲是中文系以外，毋过佫毋知要。做这系啦吼。迄个时阵就掀迄个简章，简章。简章内底我有看到台文系，就是苏台湾语文学系。是。迄个时阵我就想讲，竟然就是台湾的文化相关的物件嘛有一个系数。是。迄个时阵我就想，就是有经文科的人，都会去选譬如讲外文系，还是日语系啊、中文系、韩语系。毋过为虾米无人会想要读台湾相关的物件？就是咱。头前拢已经讲，咱少年一辈就是理所当然，就是讲母亲的名就是叫台湾。毋过你若是无有够了解台湾的代志，你要安怎先去学别个文化、别个语言的物件？是颠倒是较了解别个国家的代志，台湾代志佫无遐尼了解。我就是安尼想，我想讲，我想要佫较了解台湾相关的文化还是语言的代志，我就来台文系安尼。是哇，你高中都有这个，这个咱讲语言觉醒了，意识较早觉醒。是啊，较早觉醒吼这真正令人钦佩吼。这嘛对你来讲吼，咱佫继续讲，这因为你大学部嘛吼，你这中间你已经要升大三，暑假过了就大三了嘛吼，念了2年啦吼，念了2年，不过呢，你得说念到现在为止吼。因为我个忽然想到，你选这恁父母敢袂反对，而且呢，敢会讲你将来是要教啥物因为都要顾巴肚嘛吼，所以拢有这方面呢，对你来讲，你有面临到啥物情形？其实我想要创啥就是去选迄个阮妈妈有甲我讲，你读这是。咧读政治诶，伊就感觉讲，这是咧读政治。虽然讲阮兜嘛做政治，毋过就是家己诶查某囝要去读即种哪像做政治诶物件，伊嘛是会反对。毋过我是想讲，就是我想要读这个系。是，所以你嘛有这坚持，因为你有这个决心啦吼，这意识坚决吼，一定要来读这，要来研究我清楚吼。那到这阵为止吼，你感觉你上课吼，这2年当中的课程对一较趣味，咱讲来吼，听众朋友分享者吼。好，其实咱迄有分3种啊，就是文学、语言甲有文化。毋过我对语言这部分较有兴趣。是。嘛是有上理论甲实作的部分，毋过当然就是理论较无遐较枯燥，实作的部分就是头拄迄个家己老师的课，就是迄个口语的演说训练安尼。其实是上课时阵讲足侪甲现代语题有相关，就是大家拢感觉讲，台语拢是。阿公阿嬷咧讲诶嘛，就是平常是生活当中咧讲诶。毋过，咱甲台语放伫咧，足现代物件去，比如讲，有一个线上游戏，即马最有名就是英雄联盟。是。少年人应该知影，就是英雄联盟。我就用台语介绍即个英雄联盟。内底有真侪，就是大家拢毋捌想过台语要安怎讲诶词。我全部拢用台语安尼录一个3分钟的
一个影片安尼，放伫网络顶悬，大家拢感觉真趣味。哦，是，伊甲足认真诶，伊当时啊做这个影片做甲有够好，我嘛摕去人面册顶头分享，真侪台语界朋友看着，感觉哇，这个少年人哪会遐厉害，遮尔现代诶物件吼，伊会当安尼用台语介绍甲遐尔啊清楚。是啊，真的，老师在称赞你哦，嘉义老师称赞你，很棒吼。所以对你来讲，你到现在为止，你读台语文，你无咱讲反悔啦？无啊，是愈读愈介意。愈读愈介意，哇！这听众朋友，你感觉咱即摆囡仔真聪明啊，拢真有伊的这个主张，伊坚决对伊来讲，伊一定要完成的目标。讲起来有当时讲，咱这阿公阿嬷吼，有当时对咱这孙仔辈吼，你爱吼，对伊爱支持吼，啊，互伊呢会当学过较好诶吼。啊，即摆你大学部已经要到这个大三了吼，啊，将来要大四嘛，大四嘛要毕业嘛，所以你未来呢？其实嘛是行一步算一步，我的心态是安尼，就是，即马学啥就甲学起来，是啊。以后要创啥，就是先准备好啊。若是有啥物机会就用去安尼。先把自己准备好啊，机会就来了哈。好啊，咱又再请教这研究所的哈，丹尼哈，丹尼对你来讲哈，你读新闻系，过来读台语文，第一年呢，你面临的就是讲恁的父母哈，家庭的这个状况安怎啊？第二点就是讲，你研究所读到这阵，你感觉对一个科目还是咧上课的情形，真有趣味的嘛，赶快提出来，甲咱听众朋友来分享。其实我要来读语文学系，来读台文系的时阵，研究所，厝内人真支持，因为因感觉爱台语是一件足好的代志啊。在厝诶拢甲阿公阿嬷都讲台语，你即马要继续讲足好诶。哇，好。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那你收获更多哈。所以你咧上课到即阵呢，你感觉讲对者互你感觉趣味诶，然后当然每一个拢趣味啦吼。啊，阮听众朋友会当感受趣味诶所在。趣味诶课我感觉实在是足侪啊。其中有一科是台湾现代史，就是真理老师上的课，顶下记者拄上。我感觉足趣味的所在是历史，当然包括着足侪。啊，其中有一个专题是咧讲无共语言无共时代的语言政策。是安怎咱台湾的语言遮尔啊多元化，而且会演变到即马遮尔啊特殊的状况吼。啊，咱即几个礼拜拢一直咧讨论安怎来走台语，这都是。有伊诶，即个过程安尼慢慢啊落来，啊嘛会当帮助咱了解讲，用无共诶角度去了解台湾。啊，希望我家己是希望讲了解了后摆会当推广台语，互搁较侪人会当继续讲台语，互即个语言继续搁活落去。是你有即个目标吼。而且咧上课诶时阵，我感觉足特别诶所在是，上课毋是听老师一直讲，我毋是坐咧台骹安尼尔，毋是单方向的。毋是老师拢会讲后礼拜咱要讨论啥，大家先登去看。啊，来了后就是学生讲的话爱比老师搁较济哦。学生讲互老师听，啊讲完了，老师感觉倒位有需要补充的，才搁讲互咱了解。是。所以我感觉安尼即种的上课的方式，颠倒互我吸收了搁较好，搁较济。是啊，所以讲你将来就是希望讲这台语文的好，要来推广出去，互大家拢会当来了解讲啊，这是真正常的代志啦，毋免特别去讲安尼吼，会当大家拢有这意识啊，安尼呢。其实讲到这个出路吼，我想要补充一个，真侪人拢讲这个像拄则这个记者讲的嘛，伊讲因兜的人感觉伊要去读这是政治的，啊，咱奈拢袂感觉读中文系是政治的，读日文系是政治的，拢毋是敢若读台语系是政治的，这是啥物原因？足奇怪嘛！啊，所以即马嘛有人咧讲吼，啊，都是因为这是政治的因素，才成立的科系，毋则即马台文系毕业的人拢找无头路。
哦，是。其实这是一个真趣味的问题。你去问着问题的人，你问伊讲伊毕业了后要创啥？伊赶快毋知影伊要创啥。是。好，这是一个，咱这个社会对文科来讲，找道路本来就较困难。好，所以毋是讲因为你读大文系你找无头路，毋是这个原因，是像拄则其他讲的，你伫读大学的时阵，你抑搁伫读册的时阵，咱甲咱的学问做好吼，咱甲咱这个做工课做头路的技术吼。培养好，未来机会一个来的时阵，咱就随着会当把这个机会接起来。对，是这个不过有一个真的实力啦吼，就是讲有一个乡村有一个朋友吼，因女儿呢要也当航空小姐，就是航空公司的空中小姐，但是她负责播音的，是安怎呢？因为呢，伊讲吼，伊女儿呢，伊小时候都带登乡村，甲阿公阿嬷做伙，所以一直拢讲台语。伊被选上的原因就是伊台语讲了真好，伊毋是读台语文系哦，伊台语讲了真好，就被选他来当这个空中小姐，但是他当地勤的，就是广播所以这嘛毋是当初设定我要创的，对吧哈？所以学台语你有这基础准备好了有什么样的机会，不管你读什么系，那这个时候你自然就会可以接下这个棒哈，所以免烦恼。对，咱加一种语言，都是加一个武器。是，所以讲到这吼，相信大家拢感觉，确实啦，这台语文嘛，跟咱在读一般的语言一样吼，那嘛是一个这个学术啦哈，不管在学术上还是应用上，都有需要的哈。所以姐姐就要再请我们的大家长哈这个经理系主任哈，是第一个问题哈，就是这另外一个问题吼，是安怎吼？咱爱来学这台语文吼，个基础又回到这个地方来吼咱即嘛目前呢，这学习的情况吼，也透过咱两位学生博士班是要被开始讲吼，好，那两位学生呢，大学部研究所吼因呢这个因讲出来这一方面吼，对因来讲吼，咱系主任吼，对咱台语文系未来吼，未来的展望吼个什么款吼，个来甲咱听众朋友做分享者吼。是其实讲起来吼，阮的学生吼来读台文系反应吼，目前是算是袂歹啦吼。这较大的困扰吼，昨天嘛是有讲到啦吼，恐惊是大人啦吼。是大人因较会烦恼讲因家己的囡仔毕业了后到底是要食啥物头路吼？嘛较毋知影讲到底这毕业了后到底会当做啥物款的代志安尼吼？所以吼嘛，常常有人会甲阮的学生问讲你读台文系台文系敢是拢咧读台语吼？读台语有啥物路用吼？等等吼。对。所以吼，就遮有一寡，就是大家对这台文系算是误解啦吼，刻板印象啦吼。所以我想讲就借这个机会吼，甲大家来做一个说明啦吼。第一当然主要直咧讲的就是这台语啦吼，台语伫这阮台文系确实一个真重要的、真基础的部分吼。毋过阮毋干那是咧读台语吼，尔吼，嘛是有其他的语言吼，佮有台湾的文学甲文化安尼吼。第二吼，读台语就是无简单嘛吼。我是感觉绝对毋是安尼讲吼。虽然吼咱大部分的人加减拢会晓讲台语嘛吼。毋过吼，阮对这师大台文系学生的期待，就是讲吼，你敢若会晓讲，会晓听，安尼是无够的吼。上重要就是讲吼，因的台语咧，爱有一个吼专业的程度吼。譬如讲吼，就会当用这台语来报新闻吼，来写作吼，甚至是教学。安尼这款的代志就是爱有一个台语思考的人吼，因做起来才较有迄台语的开口啦吼。所以教师吼，台语教师若甲伊学甲一个专业的程度吼，这当然是真有头路的吼，这是真有路用的吼。即马嘛是有愈来愈侪专业的台语的需求吼。所以若这专业的台语，这都毋是讲咱
一般吼，迄加减会当讲台语的人会当做的代志，吼。所以另外一个吼，我想要讲的就是种，阮这师大台文系吼，其实佫有一个想要发展的路线啦，吼，就是这台语的文创，吼。其实就是甲这台语当做一个工区，吼。比如讲用台语来做囡仔册啊，吼，桌游啊，教材啦，吼，写剧本啦，吼，无着结合这旅游导览吼，旅游的导览吼来做 app。吼，遮佫一寡足济诚趣味的物件吼。即个部分主要就是讲吼，虽然咱常常会听到人讲吼，台语是咱的爸母话吼，这当然是无毋对吼。是讲吼，即马对即马较少年的这囡仔来讲吼，因的爸母话已经变做是华语啊吼。所以若甲囡仔讲，哎呀，你要讲台语哦吼，台语才是你的爸母话吼，袂当讲台语袂使安尼吼。假使你若安尼甲因讲吼，这其实无一定有效啦吼。所以我就想讲，上重要的工作吼，除了是推广，还个创新，就是讲这台语若要发展，就爱互伊变做一个各方面拢会用会到的，拢会当用到的语言啦吼。爱互伊吼会对着时代吼，会对着这时代，嘛爱互伊会当就是对着这。世界科技的发展，安尼吼，所以台语若发展到即个程度呢，安尼大家才会较想要学，吼，嘛较会甲伊重视，吼，所以嘛，若记即阵大家咧流行的这 Pokemon 吼，以这个例来讲啦，吼，阮的学生吼，最近因都甲这151只 Pokemon 吼，用迄台湾话吼，用台语来号名吼，这伫这网络吼。诚侪人咧讨论吼，所以若要讲起这嘛是一个行出这台语的活路的一个例啦吼。因为即马少年人因对于这款的物件较有趣味嘛吼。虽然这是即阵发生的代志，毋过吼，讲起来这阮台文系想要做的代志足侪吼。尤其是结合这台湾的文化吼，语言甲文学来做一个创新吼。这是阮这台文系。未来的目标，吼所以希望吼，大家会当继续为就是替咱这台文系吼，个台湾继续来拍拼。是非常谢谢咱林纪丽系主任一讲吼，真是苦口婆心的吼，一直要把这个当成就是说咱的一个专业一种吼台语的思考，又包括即马做流行的文创吼，所以讲应用上，等于咱的生活面学术论学术理论上，还有咱的这沟通的工具上，利用这个咱的这手机啦 App 这些吼，所以讲起来讲。这个非常的用心，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也有囡仔，还是你家己吼要来深入来去研究的话，你会使去咱台湾师范大学的台语文学系吼去上这课，嘛会使透过即马社区大学吼，拢有这台语的吼，互咱呢佚佗的方式呢来学吼，所以这呢母语的这个学习实在真重要。那各位听众朋友，咱时间真正做无够，时间也到啊吼。非常谢谢咱4位来宾哈，希望大家共同来，大家来学台语，来讲台语，来写台语。好，下个礼拜见，祝大家平安健康。母亲是山，母亲是海。